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的头一站，同款来看乌克兰甲罗西亚战局。迎接新年迄暗，罗西亚是无停战，继续空袭乌克兰。不过，罗西亚嘛是拄着开战10个月以来上界严重的兵力损失。罗西亚军伫咧顿内茨克的驻兵大楼是去互乌克兰的火箭炮弹崩掉。罗西亚是证实讲是有63个士兵死亡。也若是乌克兰迄边的攻势是愈来愈旺，已经甲4成去互罗西亚夺走的土地收倒转来。位伫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的马克耶夫卡，会当讲规片土拢抄袂大。伫2023年跨年迄暗，镇压伫遮的俄罗斯军队遭到攻击，乌克兰使用美国製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向俄軍所在的大樓發射6粒火箭炮。烏克蘭軍方指出，大概400名的俄軍陣亡。俄國罕見的公開澄清是63死，這也是俄烏開戰10個月以來俄羅斯伫單一交戰中上嚴重的兵力損失。Россий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ПВО 2 реактивных снаряда «Хаймерс» были сбиты.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ражения 4 ракетами с фугасной головной частью пункта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погибло 63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俄國指出，遭到攻擊的是俄軍定守的這個學校大樓。伫遮駐防的俄軍多數是去年底動員徵調的士兵，因為大樓抗軍火，所以損失特別慘重。烏克蘭這一擺伫美國製武器協助之下，勝當俄羅斯。因過講一講，烏克蘭首都基輔也遭到俄軍無人機飛彈攻擊。索羅米揚卡區一名荷蘭人罹難，住伫隔壁的大官兵仔軍登去，一女目睭受重傷，面對親人無辜死亡，相當無奈。Что ег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Это звери. Это не люди, это звери. Okay. 烏克蘭伫國際軍武援助之下，收復失土的進度真有收穫。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魯茲尼指出，目前已經收回4成的失土。俄國為2014年佔領的領土也收復大到2成8。俄軍最近對烏克蘭加強無人機攻勢，想要伫寒冬繼續癱瘓烏克蘭的能源基礎建設。總統澤連斯基初二也警告，證據顯示俄國打算要耗損俄國民生空防甲能源。阻擋無人機攻擊，會是烏克蘭軍方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英國一個出名的造壁藝術家班克斯，伫咧世界各地創作。烏克蘭開始戰爭了後，班克斯嘛伫咧受到炮火攻擊的建築甲街仔路頂頂是畫幾落百圖。即陣是有其中一百，竟然是去互賊仔掛玻璃籠的壁倒規百掛起，賊仔人是已經掠到啊，上當會去互關12年。咱看這張圖是一個女性穿裙紗，毋過手裡卻是摕滅火器掛防毒面罩。聽聞講，這烏克蘭人就算佇咧厝裡嘛，無法度安心，因為隨時攏會有炮崩過來。這就是班克斯主要的創作風格，佇咧原在的環境當中加添多樣講故事。咱即馬邊啊，這4張圖嘛，攏是班克斯佇咧烏克蘭的創作。倒手邊頂懸的迄張是畫一個囡仔引導一個大人。雖然班克斯本人是無解釋，不過多數的人若是看到這幅圖，攏會認為講這個囡仔就是咧講烏克蘭，總有一天是一定會引導羅西亞。也若是正手邊頂面這幅是2個囡仔當咧耍孔雀梆，其實這個孔雀梆是反坦克的鐵架啊，這看着是真趣味，不過嘛是有淡薄仔心酸。基輔郊區霍斯托米爾即位予戰爭影響的建築，有打玻璃籠加柴板的外壁，明顯予人破壞，顯出規大地的壁。這個所在原本有一把班克斯的壁畫，頂懸有畫一個穿洗浴衫、戴防毒面具、手提滅火器的查某囡仔。無想到頂個月初，這把畫竟然差一點仔規個予人惡氣。Ми дуже були раді, коли вона з'явилась. Це біль, звісно, бо ми тут проживаємо. Ми після деокупації повернулись сюди додому до себе. А тепер там дирка, і це як частини чогось вже не вистачає. 烏克蘭內政部發聲明表示，呼籲在民眾關心也甲軍警的合作，偷畫匪徒當場予人掠到，找回來壁畫也攏無破壞，暫時囥佇警察局。班克斯目前證實家己佇烏克蘭留700作品，包括1把摕滅火器的查某囡仔。烏克蘭內政部估計，這把畫價值超過243900美金，換近台票750萬。
Проводити відповідну експертизу стосовно коштовності вказаної речі, і далі вже слідчі з прокурорами будуть визначатися з кінцевою кваліфікацією даних дій.目前乌克兰当局已經向無後主嫌發教案通知，若是相關罪名成立，會判12年的徒刑。辦公室專門佇個街頭巷尾結合現場的警官，用噴漆還是幫帽印刷來作為，傳達口說的意思。最近伊佇烏克蘭真濟為破病所留的作品，除了提滅火器的查某囡仔，佫包括囡仔打敗柔道學查甫人，頷骨仔包護暗。人體操踩大的查某囡仔，也甲馬桶邊啊洗身軀的好笑查甫人等，攏有關懷政府百姓的反正意義。公司新聞詹慧敏編譯。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產經新聞，日票今日大起價，129塊的日票就當換到1塊美金，是7個月以來上蓋好價。主要的原因甲日本的央行調整貨幣政策有關係。韓國朝鮮日報報道，南韓的仁川機場總是體檢中國入境的空房，有12%是陽性確診。因為目前南韓入境唔免強制隔離，南韓的專家就煩惱講，中國入境的人無法度確實自我隔離，對予南韓的疫情變甲更加嚴重。英國《泰晤士》報道，英國各路的鐵路工會輪流罷工，是這30年來鐵路運作上大的難關。至少是有8萬班車要取消，1600萬的乘客行程受影響。昨日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美國眾議院國會山莊暴動案調查結束，委員會解散。不過，這陣是風聲講，根據一個國會高層的助理過去寫的字條啊，顯示講前總統 Trump 捌小想要加入去當時抗爭。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國會換新今日開會，要選眾議院議長。本地聲勢上蓋好的共和黨領袖麥卡錫，這陣算是有各路為共黨議員反對伊做議長。37歲葡萄牙卡球名稱 C 羅，甲沙烏地阿拉伯卡球俱樂部艾納斯簽約，當時已經到沙烏地阿拉伯。C 羅甲艾納斯簽2年半合約，一年的薪水是2億的歐元，是破卡球界上蓋懸的紀錄。預計2年半就會當賺160億的台票。根據外國媒體報道，球隊會予伊豪華的房間來住，5隻名車，還有私人的超級市場甲餐廳，還會安排一間保全公司，干那為伊1個人服務，真像是皇帝同款。其實這幾年，沙烏地是利用舉辦大型的體育比賽，要改變國家形象，因是已經成功爭取到辦2029年冬季亞運的資格。這個生產石油的國家是有夠好嘢，為着冬季的亞運是已經開5000億的美金，佇咧沙漠當中做出賽場。另外 ，F1 的賽車比賽嘛已經進駐沙烏地，閣有石油的大頭家收購英超的卡球隊，因要利用體育來行銷家己的目的是真明顯。C 羅初日暗時坐私人飛行機飛到3個里亞德機場，進前佇飛行機頂懸高度底片，向艾納斯球迷問好。See you soon, Nassar fans. 37歲C 羅去年底甲沙烏地的卡球俱樂部艾納斯隊簽卡大史上上貴的合約，年薪有2億歐元，2年半應可以賺超過160億新台票。佢表示對這位5屆金球獎得主的尊重，初三要佇主場替C 羅舉辦3萬人的歡迎 party， 里亞德球衫專賣店，歡迎配合7歲C 羅球衫，吸未少人來買。شعور كبير طبعا، واحد من اعظم اللاعبين في تاريخ كرة القدم يجي يلعب النادي النصر، النادي اللي اعشق انا، شيء كبير ولا يوصف صراحة. مفيد لكل النواحي، مفيد رياضيا، تسويقيا، ماركتينج، تعريف السعودية، كل حاجة. 個別頂級的歐洲卡球聯賽轉戰沙烏地艾納斯，原本表示C 羅的歐冠生涯就要結束。不過歐洲媒體指出，C 羅的新合約當中有造就條款，若英超球隊紐卡素聯隊踢入歐冠聯賽，C 羅應造就到紐卡素聯隊。原因是艾納斯甲紐卡素聯隊攏是沙烏地公共投資基金會，保守的沙烏地王室，無會人權記錄常常予外界批評。不過這幾年因透過舉行大型的體育賽事，包含1個方程式賽車、高球賽、步行區比賽等，
想要改变国家形象，同时增加除了石油以外经济来源，大部分是沙漠沙地，热天上高温常常有50度。不过，硬是开5000亿美金争取2029年亚洲冬季运动会主办权。另外，2025年亚洲室内武艺运动会，甲2034年亚洲运动会拢要伫3个举行。这摆成功争取4路加名，不止成功制作话题，也一定能创造新的商机。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卡球界巴西传奇球王比利过身，伫咧落场进前是开放民众笑脸告别，有侪民众为着送比利上尾一定是排队排几6点钟。另外有一件较趣味的代志是，在排队队伍当中有一位球迷是甲比利生做足成的，引起关注。这个球迷本人嘛讲，伊过去去美国的时阵，就常常讲去防治唔对，讲要甲伊翕相。排甲真长的民众伫体育场外向一代球王比利拍扑致敬。在2月29日暗过身，享受82岁比利，冒于巴西赢得3届世界杯冠军，写落无数公认的纪录。伫当地人民的心中，伊是巴西永远的骄傲。拜伊伫落场进前，比利的灵柩特别停放伫伊效力上久的圣保罗州桑托斯队主场，开放民众瞻仰归荣。真侪人排几点钟，只是为着向伊进行最后告别。Pelé representa o lado bom do Brasil, a garra, a vontade, a determinação e a possibilidade. É sentimento de perda de um ídolo, né? Para todos, um grande ídolo, uma grande pessoa que levou o nome do país para todos os cantos. 外口甲桑托斯加路的队伍中，一位生得甲比利真亲像的查甫人瑞贝罗，也穿桑托斯球队乌白条纹的球衫，来向这位20世纪伟大球星致敬。瑞贝罗讲，几年前伊到美国的时阵，互故人是球王比利热烈要签名，从此就变做比利的分身。伊一出现，果然有袂少人走去甲翕相。E aí os americanos corriam atrás de mim, please foto, Pelé, Pelé. Passando algum tempo eu não acreditava que parecia com o Pelé, um dia da mulher, veio o sósia do rei Pelé e a gente tá até hoje. 比利唔但互巴西伫世界出名，也是唯一互国际足总封为球王的传奇人物。前来参加比利葬礼的国际足球总会主席因凡提诺呼吁各国以比利的名做体育馆的号名，互后代熟悉比利对世界卡球的重要性。那比利拜三会伫故乡桑托斯落葬。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美国上大的电动车特斯拉，去年全年交车130万只，是比2021年加40%。挪威为着减少柴油的车，推出侪补助，所以去年卖出去的新车当中，5只到4只是电动车。这当中销量排第1的就是特斯拉。总人口敢若550万人的挪威是全球电动车比例上悬的国家，也是汽车制造商推售新车款的测试市场。2022年，纯电动车伫新车销售的比例，为2021年的65%增加到79.3%。10年前敢若2.9%，这么大幅度的成长，主要就是因为有真好的补贴政策，为了达到停售柴油车降价碳排的目标。挪威当局对电动车提供内燃机汽车无道享受的免税优惠，敢若去年就损失394亿克朗的税金，所以当局当地考虑要按照当量价电动車扣稅。Grunnen til at vi nå innfører skatt på de dyreste bilene, handler jo om at elbilen langt på vei allerede er blitt den nye normalbilen for nordmenn. Det betyr at vi må også se på hvordan vi bruker fellesskapets midler. 美国好野人马斯克创办的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已经连续2年伫挪威排销售冠军，市占率达到12.2%，领先德国福斯的11.6%。年度上好销的车款是特斯拉的 Model Y， 过来是福斯 ID.4、Skoda Enyaq 排第3。特斯拉去年全年的交车数达到破纪录的130万台车，比2021年增加4成。去年第4季交出超过40万5千台新车，不过无达到华年加所预测的43万台。今年伫市场利率升悬加衰退阴影影响下，汽车业者预估需求可能会较软。特斯拉伫互投资人一份声明中指出，未来几年会拄到新冠疫情加供应链相关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初三宣布，对特斯拉提出相当220万美金的罚金。
原因就是特斯拉的电动车伫个低温的环境，行驶里程数比伊线顶所宣传广告的较少，上济减少50.5%，误导消费者对电动车性能的认知，判定特斯拉广告无实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酸蚵搭阁封号做海底森林，节节生物都爱靠酸蚵生活甲生态。不过最近伫咧泰国东部海域，煞是有酸蚵染着黄大病，这款酸蚵变做黄色了后就会死亡，而且到今还阁找无药通医。所以泰国的科学家是拼命咧阻止疫情继续摊开。若无酸蚵若是阁死亡，恐惊是会伤害着规个海底生态。科学家摕相机甲牛笑，当伫调查海底的酸蚵搭受到感染的情形。看到这酸蚵搭顶头有一块一块黄色的部分，一般人可能会叫是这是酸蚵本来的色地，无伫较，阁会感觉真水、真特别。但是看伫科学家的眼内，却是感觉非常惊吓、阁心痛。这是要我泰国东部真出名的观光点帕塔亚，一个叫做沙麦山岛附近的海域。最近一冬以来，科学家发现海底的酸蚵搭去感染着一种黄带病。这种黄带病是霾菌所造成的，酸蚵感染以后会变作黄色。过60年前，捌伫中美洲的加勒比海域造成大量的酸蚵搭死亡，但是伫泰国是头一摆出现这种黄带病。แต่โรคปะการังแถบสีเหลืองตอนนี้เราพบว่าเมื่อปะการังเป็นโรคแถบสีเหลืองแล้วเนี่ยไม่มีการฟื้นตัวจะค่อยๆตายไปจนตายทั้งโคโลนี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าร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เนี่ยโอกาส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เป็นแล้วตายเนี่ยก็คือปะการังที่เป็นโรค甲酸蚵白化造成的影响无同，酸蚵若是染着黄带病，就一定会死去。而且目前为止找无治疗的方法。泰国东部海域酸蚵搭感染黄带病的速度拖甲非常紧，甲当已经拓开240公顷的海域，情形用个讲是真严重。科学家表示，可能是因为海水污染，佮有气候变迁造成海水温度升悬，才会互酸蚵更较容易感染着黄带病。因为酸蚵搭就亲像海底的树林，酸蚵搭若死亡，会对海底生态造成真大的冲击。另外，真侪当地的民众是靠观光业趁钱，伊嘛真烦恼，万一酸蚵若拢死了，影响着观光，以后要安怎生活？科学家即摆会当做的，就是尽量收集感染黄带病酸蚵搭的样本，再登去实验室做更较详细的分析。伊嘛呼吁政府爱加拨一寡钱甲人，好好啊研究要安怎阻止酸蚵感染的范围继续扩大。记者甘延年编译。法国伫新的一年是有一寡新的环保政策，亲像伊是要求麦当劳这款速食餐厅袂当阁使用用一届就爱拼掉的汤匙仔、签仔甲包装。唔望讲一年是会当减少18万吨的粪扫。伫巴黎麦当劳伫咧店内食，用的杯啊、碗、挂、汤匙、签仔，拢是会当重复使用的产品。这是法国2020年通过打击浪费、鼓励循环使用的环保法案所规定，缓冲期过了，2023年正式实施。Et en plus, alors écologiquement c'est évidemment une bonne idée pour arrêter ça. Et en plus, voilà, le verre par exemple, c'est plus agréable de boire dans un verre comme ça que dans un verre en carton. Donc je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gagnant dans cette histoire-là. 法国全国有3万间素食店，每年供应61份餐点。制作18万吨的纸杯啊、纸盒、塑胶的刀啊、签仔等粪扫。新法案希望大幅度减少这款废弃物，环保团体正肯定，连锁素食业者传真久也饲真久，怎么大部分拢用较俗耐用的塑胶的杯啊、碗做餐具，也毋用白铁啊、灰啊、玻璃也会使。业者一个特别设清洁区，作业空间重新规划，教人家安怎回收，都减少淡薄麻烦。业者也因为安尼起价。Tout ce qui change, c'est tout ce qu'on doit laver à 60 degrés dans une machine, comme dans un restaurant traditionnel en fait. 人客也拢正配合，不过常常人袂记回收，食煞了甲参顾直接等的粪扫桶，或者是饮料也袂啉完就甲杯仔也炸走。受到影响的欧洲包装业者协会讲，安尼时做爱开真侪能源甲水来水，无一定比会当回收的纸盒包装更加环保。除了减少包装的粪扫，也爱上物件。法国经济较歹的科西嘉岛有一间第二村商店，内面所有的物件，包括猪、咖啡机、餐具，甚至是阿兄车，拢是别人用过二手的。大家当家出来用袂到的物件摕来遮，互需要人免费摕去用，则袂互好好的物件就等咧粪扫桶，
伫通膨数字愈来愈悬，大家纳税愈来愈严的时阵，帮助一寡日子较歹过的人。公司新闻施会长评析。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薇，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